你最初報讀聖經學院嘅原因同埋你有咩期望呢？3年前，我面對工作職位有可能被裁減，而萌生咗報讀聖經學院嘅念頭。曾經有懷疑過自己係咪一時衝動，但神藉着唔同嘅講道信息去印證我。我自己咧就係因為睇聖經咧好多都唔明，所以咧就透過更加好嘅系統咧，能夠更加清楚明白上帝嘅話語咯。我都係啦，希望係有系統去明白神嘅説話啦，咁同埋希望同神嘅關係更進一步啦。讀神學咧就係我中學時候嘅夢想嚟嘅。咁我到後來報讀嘅時候咧，就係變咗隻夢想成真。我嘅期望咧係能夠更加認識神嘅心意啦，更加有效去服侍神。我就喺小組有份大查經啦，咁我唔想誤人子弟啊嘛。有一次靈修嘅時候咧，神就叫我報讀統福聖經學院啊。箴言有講到啦，認識至聖者就係聰明啦。咁我希望透過報讀聖經學院咧，係可以更加認識神。咁我就覺得神好愛我啦，咁所以我呢個希望報讀統福聖經學院咧，明白神嘅心意更加多，並且咧行出佢嘅心意啦。你報讀聖經學院有咩得着咧？達唔達到你嘅期望咧？除咗咧喺老師嘅教導加深我哋嘅知識之外，個過程當中咧，我更加喜愛翻睇書嘅興趣，係幫助到我喺侍奉方面嘅工作嘅。透過好多唔同嘅牧者啦，同埋導師咧嘅實戰嘅經驗咧，可以幫到我咧用喺我哋嘅侍奉裏邊更加力上加力。我就覺得知識豐富咗之後咧，就真係好大力量，俾咗自己好有信心咧，去繼續去傳福音咯。我都覺得係嘅，喺學院可以好有系統啦，又好深入咁去學神嘅話語。學院啲老師全部都好有牧會嘅經驗。而我最大嘅得着咧，就係我更深刻嘅係明白聖經啦，同埋我更深體會咧喺基督裏邊咧，我有一個神兒子嘅名分。我都好認同啦。研讀神嘅話嘅時候，讓我更深入去認識自己。另外，導師佢哋一個有一個嘅生命見證啦，都鼓勵我哋去繼續嘅前行。我覺得聖經學院好有恩典啦，讓我咧可以喺公餘嘅時間啦，好輕散咁樣完成個課程啦。咁亦都可以係好享受去讀神嘅説話啦。修讀時大家遇到咩挑戰啊？嘅功課啦，要做功課啊嘛，咁咧就比較以前我好唔中意做功課嘅，咁但係做咗之後咧，發覺咧原來學得會更加快喎。我都係喎，有好多時咧都諗唔到寫啲乜嘢好，咁啊祈禱啦，祈禱係真係最大經歷神嘅喺做功課裏面，咁跟住就好多嘢寫咯。係啊，我都試過有一次一份功課咧寫一篇講章，我對份功課咧我諗咗好耐，但係後嚟咧我停低安靜求問神嘅時候咧就有答案啦。我都有類似經歷啊，因為我本身唔係一個善於用文字去表達自己諗法嘅人，所以能夠完成課程裏邊嘅每一份功課，都係出於神恩。我覺得我最大嘅挑戰咧係讀希臘文原文，因為我從未接觸過嘛。咁我嘅解決方法咧就係我嘗試去放開我心，去嘗試去愛佢，然後咧每日花時間咧去記生字、背生字咁樣。我當時咧就面對個處境就係一路做嘢，跟住就要去讀書啦。咁啊，城市人就好多時候好多嘢繁忙，冇乜精神，咁讀書嘅時候就會好辛苦。咁但係咧，我就學咗一樣嘢，就係要將時間咧去交俾神啦。咁啊，讓更多嘅時間、精力啦、能量啦，就去讀書嘅。有咩人你最想多謝？咁我真係要衷心多謝邵老師啦。咁啊喺我開初報讀嘅時候，佢都願意收我去入讀呢一個統福聖經學院啦。咁啊亦都好另一位要多謝嘅就係我嘅好同學，就係我太太啦。咁啊喺呢10年嘅呢一個讀書嘅過程裏邊咧，佢都一直同我同行，所以多謝你。我想喺呢度咧特別多謝我太太對我嘅支持啦，因為係要好多個晚上係上堂啦，同埋做功課啦。我亦都想喺呢度咧特別多謝統福聖經學院嘅各位老師咧嘅教導，特別係 Dr. 馮嘅支持同埋鼓勵。我要多謝咧統福聖經學院每一位老師啦，咁同埋每一位嘅同工。咁另外我要多謝咧就係太太一直嘅鼓勵同鞭策啦，咁同埋咧佢都陪我上咗好多堂嘅。我都想多謝統福聖經學院每一位導師同埋同工對我嘅包容同接納。另外亦都想多謝我太太喺修讀期間啦，對我作出百般嘅忍耐而表達感謝。我喺度多謝 Pastor Idy 啦，佢除咗教導我喺課程嘅知識啦，都讓我喺生命上面得着更新。我都好多謝我嘅屋企人啊，咁啊要返學啊、做功課要好多時間嘅時候咧，屋企人就幫我補位啦。咁同埋都好衷心多謝學院裏邊咧每一位老師，咁特別係李成林牧師嘅生命嘅分享咯。
我就係李偉健牧師咧鼓勵我嘅，我真係好多謝佢啦。鼓勵我踏出第一步去收分，所以跟住落嚟咧，我發覺自己咧真係好不一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都好想好似我哋一班嘅畢業生，喜愛神嘅話語，同神建立一個更親密嘅關係，我鼓勵你報讀同福聖經學院，同我哋一班同學同埋老師經歷一個不一樣嘅旅程。如果想知多啲我哋嘅課程，可以瀏覽我哋嘅網頁，或者掃一掃熒光幕上嘅二維碼。願神祝福大家。